一、二、三。但迄个人袂知甲着红线，带阮去看春天萨克拉。脚身的衫紧刺领，嘛袂水阮心足热。时间也古早。那一点开机已经袂记你啦，阮记无人搁再甲问我，无穿彼领新娘衫，无怪春天会寒，相逢嘛关系啦。牵一个有缘的人来作伴。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给大家同学敲碗已久的一首江蕙的经典老歌《红线红线》这首歌呢真好听。来，拄则有听到岳云老师唱了几句啦哈。来，今仔日就介绍这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呢，作词作曲呢都是申佑士先生这是一首降 B 大调4/4拍子的歌曲。这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了哈。来，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个零，一个零，一个零前面3拍都空拍，对不对都是休息的。那第4拍呢这个手啦这个脚底下都各有一条线有一条线的就是半拍所以收半拍拉半拍那就2个合起来是1拍，1、2、3、4，所以一个小节有4拍。来，我们看一下呢，来看一下降 B， 一等于降 B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找到这个钢琴上面呢钢琴上面的那个一等于降 B， 找到降 B 的这个位置，降 B 在哪里？B 在这里再降一格呢，这个就是阿拉伯数字上面我写的 6.5 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弹下去呢，钢琴在这个位置弹下去，我们要唱哆那当我们以降 B 的位置当做哆的时候，我们就说它这是降 B 大调这个音是降 B， 那它是降 B 大调这个音要唱 B 那这里要唱哆呢那这个位置也是唱哆，只是这个比较低，这个比较高这个比较高好，这个就是所以这首歌就是降 B 大调。来，我们再回到第1页刚歌谱上面的第1页，来，这个一个黑色的豆豆等于75，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要唱多快，1分钟要唱75拍。OK， 来，我们回到谱上面来看，停停停，嗦啦咪瑞咪瑞瑞哆瑞瑞哆啦，一起来，嗦啦咪瑞咪瑞瑞哆瑞瑞哆啦。等迄个人，等迄个人，比个人就是那一个人等迄个人，人有滑音，请你从瑞滑到咪。等迄个人，瑞哆瑞哆啦，袂知。手指的指呢，尾指就是小指头啦小指头这个绑着这个红线这个小指头的这个指呢，在有2个音瑞哆，袂知甲着红线，袂知甲着红线，嗦啦哆哆瑞咪嗦嗦嗦嗦啦嗦2、3，嗦啦哆哆瑞咪嗦嗦嗦嗦啦嗦2、3，带阮去看春天，春天春半拍，天鹅2个字才半拍。来，带阮
去看春天萨库拉，萨库拉就是樱花了哈。带阮去看春天萨库拉，萨库拉是一个切分音，嗦嗦啦啊，这个怎么唱呢？嗦嗦两个，第一个很短嘛，所以你很快就要唱第二个了，对不对？嗦嗦，哎，那这个第二个呢比较长，相对的这一拍有3个音呢，第一个短2条线，脚底下2条线，第3个也是2条线，中间1条线是不是中间比较长？对，所以我都叫它2头短，中间长。中间呢，这第一个音很短啊，那2条线是短的，所以嗦嗦啊，停一下下，这中间这个比较长，才唱后面的嗦嗦哒，嗦嗦哒，萨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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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萨库啦，萨库啦，带阮去看春天萨库啦。好，接下去呢，嗦嗦啦啦嗦咪瑞嗦咪，嗦嗦啦啦嗦咪瑞嗦咪，较新的衫经一领挑一件啦哈，啊经一领，这个领呢前短后长，头前嗦较短，脚底下2条线，后面这个咪呢1条线，而且附点啊，所以前面这个1/4拍，后面这个3/4。较新的较新的衫经一领，较新的衫经一领，较新的衫经一领。好，后面呢，目尾水粉金足抹，就是金足，就是仔细的了哈。较新目尾水粉金足抹，瑞咪哆咪瑞哆啦，瑞咪哆咪瑞哆啦，哎。这个目尾是后半拍来，所以我们从前面这一句来接啊，这里念那个给半拍哦哈，念是嗦咪啊，要延长半拍才后半拍才唱目尾来，嗦嗦啦啦嗦咪瑞嗦咪，瑞咪哆咪瑞哆啦，我那个就是这个念要延长半拍。好，我们唱唱看，来唱歌词。较新的衫经一领，目尾水分心足伴。来，搁一摆来。较新的衫经一领，目尾水分心足伴。咪哆咪瑞咪哆瑞哆拉嗦耳停，咪哆咪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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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这个呢，这个不延长半拍，还有附点，所以延长3/4拍，所以这个咪呢哈，哎，就只有1/4拍，咪咪哆咪瑞咪哆瑞哆。那嗦耳听，时间也个早，哎，拢有附点，拢前长后短，时间也个早，时间也个早，来。时间也过早，时间也过早，停。好，这样子呢，主歌1就唱完了，我们就继续主歌2来。嗦啦咪瑞咪瑞哆瑞哆啦，哎，跟前面这个但伊个人袂知甲着红线一样，节奏旋律都一样，只有歌词不一样。来，垃圾点几支啊？已经袂记哩啊！垃圾点几支已经袂记哩啦。搁一摆来，垃圾点几支已经袂记哩啦。好，拉一拍半啊，拉一拍，对不对？后旁边有个附点，所以是不是1拍半？对啊，好，来分级就是第4拍的后半拍来，嗦啦哆瑞咪嗦啦咪嗦2、3。
嗦啦哆哆瑞咪嗦啦咪嗦二三，云机无人搁再甲问我，云机无人搁再甲问我，嗦嗦啦啦嗦咪瑞咪，瑞咪哆咪瑞哆啦。嗦嗦啦啦嗦咪瑞咪，瑞咪哆咪瑞哆啦，哎，无穿迄领新娘衫，莫怪春天会畏寒，莫怪是第四排的后半排，跟楼上这个婚旗同款啊，位置一样对。无穿迄领新娘衫，莫怪春天会畏寒。无穿迄领新娘衫，莫怪春天会畏寒。好，接下来呢啊啊。雄风马关系啦啊，也是一样，第四拍的后半拍来。咪哆咪瑞，瑞咪嗦啦，嗦咪瑞哆哆二停。咪哆咪瑞，瑞咪嗦啦，嗦咪瑞哆哆二三啊，嗦啦嗦，哎，这个雄风马哎。跟刚才这个楼上萨库拉一样啊，是切分音。雄风马关系啦，雄风马关系啦，雄风马关系啦，二三雄风马关系啦，二停。好，这样呢，主歌两段就唱完了。来，我们接下去进入副歌。副歌呢，在第四拍下歌，哆瑞咪咪啦啦啦哆啦咪嗦啦嗦咪啊，哆瑞咪咪是个四连音，一个小一拍，可是要唱四个音，哆瑞咪咪啦啦啦哆，哎，这个有言的人呢，有前半拍，第一拍的前半拍啊，那言呢，第一拍的后半拍和第二拍的前半拍，所以 N 是一拍，啦啦啦哆啦，哎，来后面这个啦哆呢，就是 N 的后半拍啊，有看这个有 N 的人，人那是啦啊，然后它呢一拍半，后面还有个咪，哆瑞咪哆瑞咪咪嗦啦啦哆啦。咪嗦啦嗦咪，看一个有缘的人来做伴，搁一摆来，看一个有缘的人来做伴。好，过来呢，唔通辜负阮孤单的心肝。来，哆来咪啦啦啦哆来瑞哆啦嗦咪嗦二停。哆来咪啦啦啦哆瑞瑞哆啦嗦咪嗦二停。唔通辜负阮孤单的心肝，唔通辜负阮孤单的心肝。停。好，再来是望呀望春风，唱甲鼻酸嘴也干。望呀望春风，唱甲鼻酸嘴也干啊，鼻子也酸了哈，嘴巴也干了啦哈。哆瑞哆瑞哆呢是个我框起来的，这是个切分音。哆瑞哆啦哆啦啦哆哆啦二西西瑞西哆。来，再一次来，哆瑞哆啦啦哆啦啦哆哆啦二西西瑞西哆。这个唱歌为什么我后面要唱个二？因为它要延长一拍。我提醒大家啊，这长度要做出来。望呀望春风唱歌。好，这个假的那个嘎的前面呢，第一个音它是两个音。哆啦啊，但是这个哆前面这个哆呢有一只毛毛虫，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要唱成转音，嘎嘎哆瑞哆啦啊，这个哆要唱成哆瑞哆，
家，望呀望呀望春风唱家，片霜吹呀打，片霜吹呀打，西西瑞西哆，这个瑞有附点，所以前面长，后面这个西就短，而且这个嘴巴的嘴呢，吹呢哈有滑音，西瑞西瑞吹吹。吹，哎，要从西滑下来，望呀望春风唱歌，片声吹呀打，啦哆来哆，啦哆哆啦哆来咪来，咪嗦啦嗦，5、6、7，好，来。我们来看这个哈，伫倒位阮心爱的，安那达咱唱个家就好来，那皮西西瑞西哆，啦哆来哆，啦哆来哆啦，来这个伫倒位来，啦哆来哆，啦哆哆啦哆来咪瑞，好，来到这里就好了，伫倒。片霜吹呀打，伫倒位阮心爱的阿那达，咪嗦啦嗦2、3、4、5、6、7哦，这个啊要啊这么长哦，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个啊的阿那达结束之后呢。要换气哦，要换气哦。来，我们从这个，因为这个拉呢哈，哎，都位呢，我们从前面这一句来接来，皮霜吹呀打，伫倒位，阮心爱的阿那达。好，要啊这么长，所以你一定要在啊的前面我画的勾勾，建议大家换气的地方换气。如果换不到气，那就中间自己想办法换气啦，不然就会拉不完，对不对？啊，你实在拉不了这么多拍，那请你就结束了哈。反正我们唱的时候都有卡拉嘛哈，都有伴奏在走啊，但不要硬跟，你硬跟呢，很可能就不够高啊，就不够高就掉下来了。好，我们从鼻声吹呀大再来接一次来。鼻声吹呀打，伫倒位，阮心爱的阿那达。嗦啦咪瑞咪哎，刚刚这个嗦啊，再来呢，单迄个人尾再夹着红线，跟前面一样哈，跟前面一样，跟第一句一样。但是这里呢，你看这个是说，这个也是说，可是它脚底下有点怎么样？要低8度呢，哈，所以呢，这边一定要停，然后大口吸一口气换气啊，来，嗦啦咪瑞咪瑞瑞哆瑞瑞哆啦，但迄个人袂知甲着红线。嗦啦哆瑞咪嗦啦咪嗦啦咪嗦啦咪，后面是什么呢？哦，后面是嗦，好，来，后面是嗦，因为换页的关系，所以我请大家要记住后面是什么嗦来，嗦啦哆瑞咪嗦啦咪嗦2、3，替阮赶走寂寞的运命啊！替阮赶走寂寞的运命，替阮赶走寂寞的运命。好，来，这个替阮呢，替这个替是第4拍的后半拍哦。来，我们从单迄个人这里来接来，单迄个人袂知甲着红线，替阮赶走寂寞的运命。
好，接下来呢，嗦嗦啦啦嗦咪瑞咪咪咪哆咪瑞哆啦，嗦嗦啦啦嗦咪瑞咪咪咪哆咪瑞哆啦，阴缘山甲挂好深，阴缘山甲挂好深啊，姻缘线给它割深一点啊，给它刮深一点啊。阴缘山甲挂好深，深空一口啊，阴缘的阴也空一口啊，空一口啊的阴，那个岳云老师的歌谱呢，只要是空一口啊的字，台语歌空一口啊那个字，请要唱闭口音。闭口音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字唱完的时候，请注意一下，你的上下嘴唇有闭着吗？好，来，我们念念看，阴缘有没有啊？这里要闭起来哈。阴缘线加挂号亲啊，这两个字都闭起来啊，这样就对了啊。不过，我们念的时候、练习的时候，通常都会对了，都有闭啊，唱起来就有时候就忘记了啊。所以，请看课本来唱歌，尽可能看课本唱歌，因为课本有提示啊。Monitor 有没有提示？没有啊。你看课本呢，就会提醒你这个字要闭口来。阴缘山甲挂好深，咪咪哆咪瑞哆啦，爱靠机点好无看，就是把爱靠机呢。把它点掉，个点好无看，就是我们有一种美容的这个手术呢啊，叫做什么？叫点痣啊，就把痣点掉，嫌那个痣不好看，就把痣给它点掉。所以讲一共爱靠几个点好无看啦，爱靠几点好无看，咪哆咪瑞瑞咪嗦啦嗦咪哆哆。咪哆咪瑞瑞咪嗦啦嗦咪哆哆。好，来，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第四拍的后半拍，所以这个等你来，等你来，你来前短后长来，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甲阮听，嗦咪哆哆，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好，来这里呢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听呢哈，两个字合起来一拍，这里呢一拍一拍哦。老师你打谱打错了，没错，同学你发现了吗？这个听这个小节老师只有3拍，错了哈，这里应该有4拍，所以请大家在你手上的谱再怎么样，再补一个0，再补一个0，然后来我们最后一句来。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停，好，接下来呢，0007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间奏7小节啊。间奏7小节以后呢，歌谱继续走，停停停，看一个有缘，看一个怎么样？看一个怎么样？看一个就要回到这个副歌啊，看一个有缘的人来做伴啊，然后又继续唱呢。我们刚刚说第一遍唱到这里，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之后，间奏7小节，然后呢，停停停，这间奏7小节之后继续有停停停停3拍，第4拍呢，看一个看一个，好，这个要反复，然后反复呢，反复在第一遍的那个副歌的这个地方，有缘的人来做伴，通这个继续唱，又唱到那个这里呢，这个温心爱的安娜达，那我们反复就是第2遍了，刚刚唱第1遍，反复是第2遍，第2遍唱到的亲爱的安娜达，隔壁的这个小节。他这个小节这里是唱第1次跟第3次才唱，那第2遍呢？第二遍在后面来看一下，来那个亲爱的阿达达，
然后呢会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唱这个豆芽无伴手顶下，春风对面吹。来，我们来唱一下。豆芽无伴手顶下，春风对面吹。耳亭亭十七八花袂出嫁儿，见着少年家儿。三停停停停，看一个。右接砍起来，而且是个 S 什么样？蛇拗来，我们看蛇拗在哪里？哎，蛇拗在副歌这里。有缘的人，又继续唱，又唱到这里呢。心爱的阿那达哎，第三遍还是要唱这里，对不对？继续唱。等天的人，别再夹着红线，用这家这样。爱考几点好无看？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哎，甲阮的头上呢有什么凸口打？口打在哪里啊？在家。甲阮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甲阮听。好，后面这一句再唱一次来。阴面山甲歌好深，爱靠几点好无看？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停哦，这样这首歌才唱完啊。这首歌因为后面要反复2次，所以有一点点长。好，我们刚刚呢已经逐字逐句的一个字一字给大家介绍了第一遍啊，我们现在就来唱第2遍。第二遍唱到哪里呢？哎，第一遍唱这个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好，1 2 3 4 2 2 3 4 6 2 3 4 7 2 3 4，好，要7小节嘛，再来停停停，好，要接看一个啦，看一个有缘的人来作伴，唔通辜负阮孤单的心肝。停，望呀望春风唱甲披霜吹呀打，伫倒位阮心爱的那达？路也无伴手顶下，春风对面吹。十七八花袂出嫁，见着少年家儿。3 4停停停，接下来怎么样？哎，接副歌来，看一个有缘的人来作伴。唔通辜负阮孤单的心肝，望呀望春风唱甲披霜吹呀打，伫倒位阮心爱的那达？继续5 6 7。等你的人，袂知夹着红线，替阮赶走寂寞的运命。阴面山甲歌好深，爱靠几点好无看？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阴面山甲歌好深，爱靠几点好无看？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停哦，这样子呢，这首经典的
这个很经典、很经典的这个江蕙的昂爽啊，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就结束了啊。来，再给大家整理一下，第一遍。单迄个人一直唱到第二行啊，第二页的这边，单你来甲阮看唱，甲阮听，继续间奏七小节，然后一、二、三接副歌，看一个有缘的人来作伴，又继续唱，唱到哪里？心爱的阿那达。然后这个是一三，所以要找第二遍的地方在哪里啊？第二遍的地方呢？第二遍在这里啊。多呀不怕修顶诶，这是一个小妹妹唱的。当然，如果我们独唱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要自己唱了啊。春风对面吹，一直唱到就这样，见到少年家二三四，加个停停停，看一个又要洗扭又接副歌了啊。有缘的人来作伴这次呢我们这里心爱的安那达。后面的这个小节第三次也要唱，对不对？就会继续唱。等迄个人袂再看到红线，又继续唱，唱到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甲阮，然后来轻跳扩大扩大在哪里？粗扩大没有扩大在下面。甲阮听，好，把最后的这两三句再唱一次来。阴线山甲我好深，爱到几点好无看，等你来，甲阮牵手，甲阮听。听这样这首歌呢，就整个的都唱完了。这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江蕙的经典好歌《红线》。好，这首歌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去欣赏一下江蕙小姐的红线，然后再回来练唱这首歌就觉得更好了更好听很抱歉岳云老师的声音不够好不够亮丽呢，唱的不好大家要模仿的是江蕙的唱法我只是把这首歌分享介绍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学习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的这个影片下方这个超级感谢给他点下去，给岳云老师给岳云老师抖内有大家的支持才能继续给大家介绍新的影片好听的歌曲今天的继续红线都大家介绍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さよなら。